你望下先，藍白馬仔，哇，聖托里尼峰。有時候咧，有啲嘢咧，即係你去唔到外琴住唔緊要噶，橫琴都去住先啊嘛，係嘛？走，嗱，佢哋個個踢門，我話斯文啲啊，入嚟先。好，一入到嚟之後，呢個位置放鞋嘅，呢度煮九大簋冇問題係咪？跟住阿皇上沐浴更衣就喺度，好啦，咁呢度咧出翻嚟，呢個位置嗱有水龍頭嘅，有管道器，咁啊件龍袍喺度洗啦，冇問題嘅。呢個位置，哎呀，依家做咗個 loft， 但係若然你用唔着嘅話，呢度間細啲嘅房仔係 OK 嘅，因為有窗啊嘛，係咪？而且你望下外邊，馬仔外牆仲要係藍白馬，呢啲叫咩？愛琴海聖托里尼峰啊！嗱，呢間主人房殺食啊，係嘛？望翻樓下小區你睇下，鳥語花香啊，兄弟，42個方，69，嗱，中層樓梯，拜拜。